Francis 啊，而家咧啲淨水器牌子好多啊，步步都話自己好勁，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信得過呢？係陳太啊，信唔信得過呢？數據自己識講嘢㗎。你睇下呢部機咧可以實時顯示兩個數字，左邊咧嘅水咧係入水嘅 TDS 值，而右邊咧係出水嘅 TDS 值。我哋嘅目標咧係將啲水啊降到 TDS 值係003左右。我哋試過咧同市面上超過200部水機做過測試啊，好多啲貴價機啊過濾完之後個數字幾乎係冇變㗎。我哋咁即時俾你睇，就係最大嘅誠意啦。003點樣先做得到㗎？其實係咪有啲好犀利嘅科技㗎？關鍵咧係在於5重過濾，就好似過5關斬六將咁啊！第一重咧係攔截大粒嘅雜質，濾走嗰啲泥沙同埋鐵鏽啊；第二重咧係核心嘅狙擊手，最勁啊！用一張精度達到0.0001微米，即係咧頭髮絲嘅1/80000嘅反滲透膜，鎖住重金屬、細菌、病毒同埋農藥啊！呢關咧負責將 TDS 值大幅咁樣去降低。第三重啊係改善口感，用優質嘅活性炭吸走異味，令到水飲落去咧更加甘甜。第四重咧紫外線照一照，出水前用265nm 深紫外光照射多一次，殺滅細菌，隔夜水啊飲落去都可以放心咁樣飲用啊。第五重咧穩定純正，確保出嚟嘅每一杯水都係穩定同埋高純度嘅。哇，聽落好似好勁咁喎！但係你都知啦，香港啲屋咁細，我哋係租樓住，唔通轉牆安裝？完全唔使啊！呢部係台式面安裝設計，細過一張 A4 紙啊！你擺喺廚房、客廳、房都得，有個插座加自來水入呢個4.5公升嘅水箱就得啦。搬屋咧直接拎走，零麻煩啊！聽落去咧就好似幾好咁，但係啲濾芯好貴㗎喎，會唔會成日要換㗎？換嗰時就會麻煩先，同埋價錢好貴㗎。呢個咧正係我哋嘅貼心設計啊！3部濾芯壽命都唔同㗎，獨立更換，邊支到期咧就換邊支，唔會逼你成組換㗎，慳錢又環保。計落條數啊，每日嘅成本平過你買一支樽裝水啊！換芯好簡單，一扭一插就完成啦，唔使 call 師傅啊！我哋屋企人啊飲水好多要求㗎，好麻煩㗎。阿 B 沖奶俾佢又要用暖水啦，老公沖茶又用滾水，我咧就飲室溫水。我想問啦，你一部機做唔做到咁多嘢先？呢部機咧就叫做靜熱一體，就係為咗你而設㗎。有7段溫度記憶，你 set 好一次咧，以後一個掣有45度沖奶、85度沖咖啡、98度沖茶，常溫水即按即有，仲有定量出水功能。沖奶粉咧話幾多毫升就有幾多，好準㗎。咁嗰個水箱乾唔乾淨㗎？同埋會唔會好多細菌㗎？你知我最怕洗嘢㗎啦。放心，有2個保障。第一，過濾好嘅純淨水咧會傳入獨立可以成個拎出嚟清洗嘅食品級水壺，唔會污染機身。第二，有第4重 UV 紫外線殺菌照住，會自動定時循環殺菌，確保衛生。哎呀，你唔好講咁多啦。究竟其實有冇咩權威認證㗎？仲有，我想問買咗之後有咩售後服務先？有齊國家嘅 CCC 認證同埋衛生許可批件，檢測報告證明對有害物嘅去除率高過國家標準啊！而且咧明確未添加磷酸鹽阻救劑，杜絕2次污染。另外咧，香港嘅行貨提供1年嘅保養，有本地支援啊，好穩陣㗎。聽落去咧都幾好嘅，好似嗱，又嗰個效果啦，又慳地方啦，價錢都幾公道，同埋咧買咗之後都有個售後服務，咁我覺得好似都幾啱我哋香港家庭嘅。冇錯啊，艾多美嘅理念啊，就係大眾精品。我哋相信咧，真正嘅科技應該係用得明、買得起、信得過，實實在在解決生活煩惱。而家香港行貨只係3299港幣咋，性價比非常高。陳太啊，講咗咁耐啦，你都口乾㗎啦，飲杯水先啦。